讲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一言不中，千言无用。意思是讲的若无合理，也是无重点，对方无想要听。那你的话讲搁较济，嘛无路用。说服力是一个迷人的特质，差不多大家人拢想要拥有这块的能力，尤其是政治人物、企业家，也是做公关业务的人。南投有一位曾俊凯，读国小的时，甲找到卖菜，因为用台语推销口才真好，互真日来买菜乡亲。本来敢若想要买一项菜尔，结果拢加赶几啊地菜转去。伊用这项专长参加演讲比赛，轻轻松松就摕到第1名，连评审老师拢想要甲交关。依照心理学家的研究，提升讲话说服力有一个简单的原则，就是应用成功人士的论点，加上同理心。今日讲的俗语是一言不中，千言无用。